号的由来。各班的体育委员在学园运动会前期都格外的忙碌。佩利前辈，丹尼尔老师让咱们一起把仓库里的设备搬到操场那一带。啊？有多少东西啊？不多，就100个垫子，30个木头，几大桶油漆。咱们搬2趟估计就全搞定了。好，那咱们速战速决。哦。对了，前辈，搬完以后差不多就到下课时间了。嘿嘿，丹尼尔老师说请咱俩吃顿烤肉。烤肉？要不你们自己去吧。哎，前辈，你不是很喜欢吃肉吗？唉，谁让我们都没有选择呢？哎，大哥，何出此言呢？说来话长。嘿，老大，放学了去吃什么呀？烤肉。啊，又是烤肉。那个老大，我们已经连续3个月每天放学后都是烤肉，偶尔也吃点蔬菜呗。大男人吃什么蔬菜？好嘛，就是这样。这样吧，咱们快点结束，然后和丹尼尔老师说，希望换成吃火锅，怎么样？好主意啊！我去拿菱角号来帮忙。菱角号是大辆电动车，嘿嘿，不知道和我的矢量滑板比，速度怎么样？那可是咱们雷狮海盗团花了1个暑假才得到的宝贝。需要我问暑假的事吗？嘿嘿，算你聪明。我们海盗团上个暑假去麦当劳打工赚钱，想凑个买车钱，结果卡米尔因为没有笑容，表情太凶，被顾客投诉。雷狮老大从没洗过盘子，在厨房里砸碎了100个盘子。我也就偷吃了几10个鸡腿，被老板发现了。至于帕洛斯嘛，他忽然说要去上厕所，然后再也没有回来过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并没有很惊讶。我们非但1分钱没赚，还把零花钱都赔给老板了。你们这样打工是会被赶出去的。没错，我们被老板赶了出去。之后是暑假又吃了2个月的烤肉，每天只吃肉，根本没得选。后来老大18岁生日那天去买了凹凸彩票，一下就中了777，刚好购买1辆电动车。原来菱角号是这么来的啊！大哥，海盗团经费好像不太够。这不是有现成的吗？那个胎记小子居然又出现了，还是对手。正好，轮到我们雷狮海盗团出动了。